一講到抗發炎，大家第一時間咁會諗起食魚油啦，補充 Omega-3，食薑黃素，多啲蔬菜同沙律。但係最近我聽到一個醫生講，佢竟然話最有效抗發炎嘅咧，其實係牛肉喎。我聽完之後就好好奇啦，究竟佢從乜嘢角度出發，先會有呢一個結論呢？原來牛肉裏邊含好高濃度嘅 glutamine 富硒氨酸，佢可以修復腸道嘅細胞屏障，逆轉腸道咧過度嘅通透性，身體嘅發炎就立刻受控啦。呢件事又令我諗起，大約在1年幾前，我聽過一個美國嘅醫生喺 YouTube 度分享，佢話自己患咗嚴重嘅牛皮癬，後來透過肉食法，再配合改善生活模式，最後病情可以完全康復。其實腸道長期慢性發炎呢件事真係可以牽一發動全身㗎。腸道唔單止負責消化同吸收營養，仲同免疫系統、皮膚、腦部同新陳代謝有好密切嘅關係。當腸道長期慢性發炎，腸道菌群失衡或者腸道屏障受損，細菌毒素如 LPS 同其他食物分子就有可能比較容易進入血液，刺激全身嘅免疫系統反應。腸道問題就有可能係其中一個誘發嘅原因，有增加患者同病情惡化嘅風險㗎。